每一個人當然係希望自己身體健康噶啦，所以官燕宅就為大家準備咗一系列燕窩產品俾大家補一補身啦。好似呢一款極品冰糖燕窩，每一樽都採用頭旗官燕絲嚟到燉製，雜質少而且營養高，每一啖仲可以品嘗到冰糖嘅甜味添。雖然好多人都知道燕窩咧可以滋潤養顏，但係其實佢嘅功效仲有好多噶噃。例如對於關心氣管嘅你，燕窩咧可以針對哮喘、氣促同埋出汗等等嘅情況，有補肺養陰嘅作用。至於孕婦們，無論喺產前或者產後食燕窩，都可以安胎同埋保胎噶噃。燕窩咧就甘味性平，滋陰潤燥，係有營養嘅食品，有保健食療嘅效用。一盒極品冰糖燕窩有6樽，加上包裝精美，燕窩就夠晒名貴啦。無論送禮自用，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噶噃。